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歌，古乱花，唱到风微微，风微微，孤单闷闷在池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味。有人说味，这个味就真细真少，小可的意思，像讲微微啊笑。味嘛有探推的意思，像讲衰味。另外，读做味代表目睭客服细蕊的意思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带大家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微微啊。咱会当讲是有小可啊，像咱讲微微啊光、微微啊烧、微微啊水。第二个词都爱读做麻味，嘛是有小可啊有哪无的感觉，像讲微微啊笑，也阁有麻味啊甜。带大家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对男女朋友天微微啊光，就来到阿里山看日头拍蒲光。天一个麻微啊光，两个人微微啊笑，看起来汤甘蜜甜，实在真幸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味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味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